今年我哋公民科大中5級嘅同學嚟到江蘇進行歷史文化內地考察之旅。喺呢4日嘅行程裏面，我哋由香港出發，飛往承載住6朝古都風華同近代中國記憶嘅南京，用腳步丈量歷史，用心靈感受文化。抵達南京後，我哋首先登上南京明城牆。我哋將企喺南京明城牆之上，觸摸呢一座世界規模最大、保存最完整嘅古代城行。當你親手撫過嗰啲600年前嘅巨磚，你會真切感受到何謂守城衛國，理解國家安全從古至今嘅深刻含義。呢個就係南京城牆嘅河畔啦，下邊就有架船添。傍晚，我哋漫步老門東。老門東係南京歷史文化街區，係老城南地區嘅精華所在，以明清時期嘅傳統民居建築、青磚黛瓦同特色街巷聞名。喺呢度再現咗老南京嘅市井風貌同人民氣息，匯集咗美食、文藝、住宿同商業於一身。走在老門東的青石板路上，時間彷彿被調慢咗流速。第二日，我哋走進南京財經大學。呢所大學係江蘇省重點建設高校，以經濟管理類學科為主，多學科協調發展嘅應用型大學。學校擁有仙林、福建路、橋頭3個校區。佢哋就帶我哋參觀佢哋嘅圖書館、校史館同天鵝湖。學校環境十分優美。中午時分，我哋嚟到中國科舉博物館。喺呢度以科舉為主題，融合文物展示、場景復原同數位科技，生動再現咗自隋唐至清末1300幾年嘅科舉制度興衰歷史，讓同學能穿越時空，感受古代學子應試嘅艱辛同榮耀。隨後，我哋步入千年文物所在的夫子廟。夫子廟係祭祀孔子嘅廟宇，呢度以廟市街景合一嘅風貌同十里秦淮嘅繁華而聞名。喺呢度，我哋可以遠望秦淮河畔嘅燈火同書香，彷彿能聽見昔日學子誦讀經典嘅聲音。第3日，我哋懷住無比敬仰嘅心情，前往南京抗日航空紀念館。呢度長眠住2戰時間為中國天空而戰嘅中、蘇、美航空烈士。仰望紀念碑，嗰啲年輕嘅面孔同英勇嘅事蹟，會讓我哋深刻體會到今日嘅和平係何等來之不易。下午，我哋追尋偉人足跡，登上中山陵嘅392級石階，在天下為公嘅匾額下，緬懷孫中山先生為民族復興鞠躬盡瘁嘅一生。隨後探訪明孝陵，睇下明朝開國皇帝嘅陵寢如何體現天人合一嘅哲思，並奠定咗明清600年嘅陵墓形制。企喺歷史嘅軸線上，由古代帝王到革命先驅，我哋睇到嘅唔係不斷演進，卻係始終連綿不絕嘅中華文化譜系。最後一日，我哋嚟到雨花台烈士陵園迎接晨光。喺呢度安息住無數為新中國誕生而獻出生命嘅仁人志士，深刻讓我哋感受到近代中國嘅奮鬥歷史同革命精神，強化咗我哋歷史責任同國民身份認同。呢4日，我哋由6朝古都嘅城牆走到近代革命嘅紀念地，從古代科舉嘅現場走到當代校園嘅課堂。我哋用眼睛記錄，用耳朵聆聽，更用心去理解。國民身份嘅認同唔單單嚟自書本，更嚟自踏上呢一片土地時嘅內心嘅震動。國家安全唔再係抽象嘅概念，而係古城牆嘅堅固同紀念館入面嘅沉默，所教識我哋和平嘅珍貴，國家安全嘅重要。